来关心国际新闻，巴勒斯坦激进的组织哈马斯切实为海陆空三路突袭这个以色列特拉维夫在内经济都市。以色列马上发起了体检行动，甲反攻，轰炸哈马斯掌管的加沙走廊。目前以色列尚无700人死亡，还有413个巴勒斯坦人无命。以色列内阁的7月通过直接向哈马斯宣战，50年来头一摆进入战争的状态。西方国家纷纷谴责哈马斯一款的行动，并且表态支持以色列的自我防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过声明宣布讲，已经派遣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到东地中海，随时要准备协助以色列。轰一声，建筑物大火烧甲真旺，佮清楚着真高的乌烟。以色列去互巴勒斯坦接近组织哈马斯攻击了后，展开大规模反击，掌控是加沙的主体区，轰炸当地清真寺，也有哈马斯官员住的所在。10月初时，以色列军人含试图入侵的哈马斯成员，在以色列港口城市阿什杜德的公路上爆发着激烈的枪战，车内驾驶甲乘客是惊甲赶紧立起来。אנחנו נגבה מחיר כבד מאוד מהחמאס, הוא ישלם על מה שהוא עשה, ואת הפעולה הזאת יזכרו בעזה ל-50 השנים הבאות, ויצטערו על זה שהם החלו בזה. ואנחנו אחראים לכך. 以色列军方公布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的影片，风声讲哈马斯领袖之一尤尼斯在加沙大个所在被毁掉，一个火啊8人全部过身。在咧经过内阁的表决了后，以色列第昨正式向哈马斯宣战，50年来头一遍进入战争状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已经下令核独立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军航，向东地中海做好协助以色列准备。I've just spoken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o assure him of the UK's steadfast support as Israel defends itself against these appalling attacks. We will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help. Terrorism will not prevail. 对于哈马斯发动突袭，西方国家拢强烈甲谴责，而且表示支持以色列。以哈马斯的立场来看，这场历史上从来无出现过突袭行动，在战术上确实成功。不过，《纽约时报》推测讲，以色列军队除了对加沙采取着军事行动以外，甚至可能重新占领当地。那将会为巴勒斯坦的人民带来冲击，嘛一定会和中东关系产生变化。Hello， 我是冯薇芝，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